不怕失波流，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经霜落忧愁。先欢迎呢我们的小秋以及我们的蜜蜂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好险正常了哦，抱歉让大家跑了2趟，我们稍待会呢继续来补大家直播节目，感恩大家。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抱歉呢，刚才发生一些突发状况哈，这个网络突然间跑不动，那呢，这个故障应该是已经排除了，然后我们再来试试看。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哦哈。等一下呢，一样呢，先来做个电台之歌的开场，那呢，我们再来继续讲新闻下去哦，感恩大家。生病讲做，国内正是怪命，经济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感恩大家拨空特别再跑一趟，那呢也欢迎大家先跟我打声招呼，让我知道呢大家回来了，感恩大家。那我们呢先来唱个电台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那我们欢迎大家咯。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笑嗨嗨。阮的节目啊是袂凊彩。电台福气不断，福运来，彼局新闻啊报理财。团手啊，多自在。彼局款心，又让我亲手知。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再次呢，欢迎我们的美玲静，还有感恩您。一样再跟大家说声抱歉，刚刚的网络问题呢，做个故障的排除啊，感恩大家。继续
续呢，我们要来播报新闻喽。刚刚呢讲到新北的一个曲棍球的比赛，有这个28岁的呢，这原本是国手他现在还有在兼教练，那呢去参加比赛哦，有组一团呢是社会人士的比赛，那组一团呢是小朋友的队伍他们互相的较劲，互相的比赛，在这当中呢有点争执。所以说呢，这个28岁的这个教练呢，就殴打了15岁的国中生哦。那呢，家长当然是要提告的也欢迎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再度回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回来的朋友，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感恩大家，让大家再多跑一趟了，感恩大家喽。那呢，台北呢，哇，这个呢有这个酒醉的男子以前呢他是酒醉呢跳在这个车板上，跳在这个板筋上。那呢，这个警察呢把他压制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警察打人，所以说呢也告了呢那3位的警察。这一次呢，他刻意的呢把他的汽车呢停在路中央。那呢，警察当然也到场了。那警察就说呢，要开罚他就说呢，这个几个警察里面呢，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呢之前呢在殴打我的警察那呢，他就觉得说呢，警察是不是刻意的要来找他的麻烦？这是呢，今天在这个新北、这个台北的新闻哇，这个酒醉的男子也是非常的不客气。那呢，也提醒大家，不管呢你是有喝酒啦等等之类的呢，也都不要上路，因为呢，非常的危险那呢，再来一样是新北的新闻为了呢这个停车格2台车子的驾驶呢下车打架，在路上呢扭打成一片那警察到场当然是谁对谁错呢，也很难判定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停车格呢是大家都能停的，只是说呢我们人不能先去占位置，对不对？先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来唱个歌曲欢迎一下大家我们来唱个这个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1，感恩大家。公主最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也已生病，奈何忍挑心不惊。驸马挑心，将因为爹娘红彩里，红红边啊冲了去，本来去领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爸爸紧想伊，驸马无讲世情义，并告王言平义。感恩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所听的呢是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带7字1都是7开头的，就代表了说呢是我们7字调的延伸版欢迎我们的可恩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想不到呢，把这个直播间布置着红彤彤的这个财神都到位了，那想不到呢，居然被这个网络给搞了这样子再来呢，来播报台中的新闻台
台中呢有一名呢这个医院的员工在自家的医院呢也看了5次的诊，也诊断了呢，也照了这个不管是这个电脑的断层啊等等之类的都没有发现的异状，结果呢他居然脑栓塞而死亡哦。那呢，这个家属当然就非常的生气。他说呢，你们一定有这个医疗的疏失啦，不然呢，怎么可能说检查了5次呢都没有发生了异状？结果我的家属呢，我的伴侣呢，居然这个脑栓塞的死亡。这个好像也很难讲齁。那呢？哎呀，不要生气了哈！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哦。那呢，还有一位呢是19岁的男大生哦，他去到呢，他想去武岭玩，那呢一群人呢，大家亲朋好友啊，这些同学啊，就约呢要一起骑过去武岭去玩，结果呢想不到这个不小心呢就失控了，自撞而死亡哦。这是19岁的男大生，为了要去武岭玩蛮可惜的生命。当然也跟大家播报一下呢，不管你出入门呢，都要注意一下安全，这样子来，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穿插一下歌曲，然后呢播报一下新闻。更有呢，这个台中的这个大楼的管理员性骚扰这个女秘书，那呢，不时走过去就给她搓一下这个腰部啦，甚至呢走过去给她摸一下屁股的啦。那呢上法庭呢，他供称什么呢？供称只是在互动只是在玩，所以说呢，只想要赔对方呢1万块钱而已。那对方怎么可能和解呢？一定是呢再继续的呢来上诉下去哦。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上来做聆听。这几天呢，有没有朋友呢看到流星雨的朋友呢？欢迎我们的蛙贵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蛙贵刚刚呢有很多朋友呢给舅舅一些祈福，给舅舅一些祝福哦。那呢我有截图下来但是呢因为我们刚才网络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2次开播很抱歉。那呢先感恩一下大家呢，刚刚有祝福的朋友蛙贵上来了也请大家呢再祝福一次呢，这个蛙贵的舅舅，因为呢目前还在加护病房，那呢请大家呢祝福他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或其他的话语，也可以祝福他早日康复哦，感恩大家哦。那蜜蜂大大呢，哇，你看看那个蜜蜂大大看到蛙贵好开心哦。这几天呢，如果呢在这个天上呢有看到这个流星雨的朋友呢，赶快呢要来许愿哦。这个流星雨的机会呢，只有到这几天大概在1月12号左右而已在这当中呢可能会有流星雨的出现，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流星雨的朋友要赶快许愿哦。那呢有朋友有看到了这个蓝绿色的光芒流星雨下来大概只会维持3分钟而已哦，所以说呢大家要赶快许愿哦。也感恩我们的小秋，他说呢蛙贵晚安，愿你的舅舅早日康复，感恩我们的小秋。是的，流星雨感觉很美哦，所以说呢，如果有机会碰上的朋友，甚至呢，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呢拿到户外去观看，一边观看一边观看呢雨涵电台，一边呢来欣赏一下，看有没有机会碰到这个流星雨哦。感恩大家的互相祝福。那呢我们来唱个7次连空奏小秋说呢他非常喜欢听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唱一下7次连空奏。
感恩大家哈，因为刚才跑得有点喘，让我喝口水一下。来，我们来穿插一下七字连空咒给大家听哦。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会何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台，过古迈。冤家当孙啊，当心怎做菜？情深渐将成地大，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也就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来从头唱到尾，是不一样的感觉。感恩我们瓜贵的掌声鼓励鼓励哦。感恩蛙贵还抽空上来，吸收一些正能量哦，也请大家呢，推广一下这一些戏曲文化，那呢也给呢我们蛙贵的九九多一点的正能量哦。感恩我们的小秋说好听，掌声鼓励鼓励。今天的新闻呢，播报的是否精彩呢？也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哦，北部明天的降雨几率呢，这个20%到10%左右哈，所以北部的朋友就包含蛙贵哈，这个北部的朋友，明天呢可能不太需要担心了。那呢，台东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呢也是20%左右。那呢，我们台南以及台东地区降雨的几率呢就是0%哦，所以掌声鼓励一下哦。当然提醒一下呢，大家呢这个干冷的天气哦，要注意一下保暖哦。白天呢你要出门呢会很冷，那呢中午会很热，那呢这个晚上时段又变得很冷哦，所以要这个洋葱式的穿法，要记得呢提醒一下大家。那天气冷呢，家里如果有冷暖气的哈，这个暖气呢就赶快给它开起来。来，我们来穿插一下传统的七字调。感恩大家。新家伯伯呀，走三关，该我所以哦回中原。
我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无川。四分无担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咱台来三家啊，来当落水。召开，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哈，唱了新家伯伯造三关，改换所以回中原，以及呢我们小蛋所要背的四盆无担百事为，无风无摇花袂开，不一样的感觉哦，这个小生小蛋。再来呢，一样再来一首七字调，由这个小生呢以及小蛋呢一起来唱的七字调，在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哈。因为呢，这个新闻都播报完了，那呢，我想说哈，来唱个几首歌曲来给大家听一下哈。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来，我们一样来聆听一下七字调。世上好顶啊，是为大，虽然为尊，你敢知？现在阮亲属啊，着招牌，阮在亲上。你敢知？在家父母啊，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帅明。这个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一样有用到这一首七字调。但是呢，我们在论这个身份以及地位哦，那呢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哦，感恩大家。那呢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哈，原本的主题哦叫做说呢，这个日历呢是月初，但是呢钱包像是月底一样哦，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甚至说呢，有没有人呢是月初1月1号就发薪水的，还是你是5号发薪水啦，刚好今天发薪水，还是呢你跟我一样呢是10号发薪水的呢？有没有觉得呢？才刚。这个日历是月初这个钱包就像是月底一样哦。再来呢，不外乎在等大家呢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做一下腹式呼吸法，先来做感恩3件事情把握这样的时间点，因为呢，这个新闻播报完了，那就等大家呢跟我们聊个天。那我们先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吸气，吐气。我们要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前、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我们都来观察一下自己的气息，以及呢，在观察自己的气息的时候呢，来观察一下身体有没有哪些部位呢不舒服的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族群，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感恩的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感恩大家，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呢刚才网络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有重开一次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新进来的朋友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打声招呼哦，欢迎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一样呢，再唱个歌曲给大家听。我们来唱我们传统的歌曲，我们的都马调，欢迎大家来做聆听哦。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并好意故意出手来打紧机，连强势假大理。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就必须爱完成我的条件哦。什么条件？向我行quyền神的禮儀，方才是交辦不將公保敬，現在是我實的愛額頭將你行。罷了，夫妻之間何必將事業爭，害我今日將好事停。哎呀！強行逼我將本身的來拜。我並非刁工，將伊塞卡死失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將兵，夫妻才能再可下伊公主啊！今日成年，這是你的錯，本將有緣要
无装，另有人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边边啊，命做行，怎不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传统曲调哈，不管是七字都马江湖杂念呢，的其中之一的都马调。感恩大家的聆听，也欢迎呢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感恩我们的花柜管理员的推广。再来呢，欢迎我们的怨灵上来哟。也欢迎我们的 KIN 大大。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个人来做主持。那呢，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大家呢欢迎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来收听明天的天气。今天的新闻以及呢戏曲的小知识哦，再来穿插一首歌曲来给大家听，我们来听一下呢花娇燕以及呢我们的良夜之歌哦。那呢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欢迎大家。七十相守，幸福快些无理由，为爱多做去拜寿，连连今扫老优秀。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金鸡玉后出身帝王家，罗裙得应怪海花驸马，才有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喊我前去拜寿，惊大礼，做事又想
唔敢将地背，闹军队时将头家。鬼呀鬼呀，唔通严家想要探红杯。感恩呢，大家呢越晚越多人进来了哦。刚刚唱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哈，我们非常娇蛮个性的公主呢来诠释给大家听，也欢迎我们的文华以及我们的黄正呢，欢迎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由我钱蛋雨涵来做主持，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所以呢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欢迎我们的 DORIS 大大，欢迎你，也给我们一个亲吻哦，感恩你。也感恩呢你的亲吻哦，所以呢我也再送你一个飞吻哦。感恩你的亲吻。再来呢，我们呢继续来唱下去，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这首歌曲呢就由我们的这个男生角色所唱，所以呢这个声音会比较粗一点点，那呢跟刚才那个角色的声音哦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听听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亮红兵，贵府提官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会我心兴。去老生兵，叫万姓。哎呀！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歌，罗军敌营，恢复罪义轮分兵，我红顶。山林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清灵，不由过阿姨讲后悔影。哟，驸马，若去将将为何来？定牛70双手宴失败，心不缺失，互人害意猜。身体欠安，请驸马你着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这一段呢，是我们的驸马以及公主呢，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呢我们的 AMIYA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想说呢，还有一些时间哦，那我们就把它补满，把它唱满一点。再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我们传统的7字调，感恩大家。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要交拜，君在心上，你敢知？
在家父母啊，对你的定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说过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硬带我经济玉后帝皇帝，全靠阮李家照即摆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生平你当继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假期，木木把官坐到位，将为遐所欣赏又相对。我单独一人上去开，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身边不知礼仪甲念起。嘛，我毋知礼仪甲你，我颠倒要坑你，倾吐圣贤诗。我这个日强显富贵，你我毋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行行点金鸡，你抢了捡手机，毋通伤看重你家己。过爱，怎毋照镜检讨是议会？秋难改，中定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奇情相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乱来。我会夫何受亲像过了，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经顺选骄我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冤家当存啊，当心怎做才精神渐将成地大，何言论理何以知？何以来排开？到这里呢，是一个一半的段落哈。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感恩呢我们的燕秋说好听哦，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我们的秋儿说赞哦，感恩我们的秋儿的赞，感恩你。
我们的燕秋说哈，小秋说呢，直播台上呢，郑老师呢看起来很稳重，像是个大叔，但是呢，其实本人是个少年 gay 了哈。本人27岁而已呢，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呢多多的照顾，多多的呢帮我们订阅定位是什么？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这个泰国的朋友哦，也欢迎呢我们的 SING 大大，感恩你，你说呢很有韵味，感恩你。再来呢，大家还想要继续听下去的吗？还有没有想要继续听下去？那我就继续做下去咯齁。这原本呢是我们那一天1月1号呢这个元旦的特别节目啦。那呢如果呢没有听到元旦的特别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呢回去听一下回放节目齁。我们的伟成呢说今天来晚了，先来扫地齁。来，我继续的呢来这个把它念下去。公主安乐山当年还境界，分扬南征北讨，战功到四海。阮爸囝心中好似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地了飞天，也要比我地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李家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布你甘心安。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破风。顶顶家己才抢功，表示君王最难当。金銮阮爹无爱坐，这就恁李家管天地。过海我甲你来相坐，唔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海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大言辞比我上殿贵君王的。哼！你敢扇我嘴皮？公主，唔是，请你听我辩解呀。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强事假大理。驸马。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君臣的礼仪。方才是骄慢不将功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君臣礼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使卡死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的家人在何害？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怎不对你啊？
对你依赖两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留到互你背受煞。我的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我等咧。怕你唔知你，唔知你，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手。心惊胆战化为爱，哪敢当手只看卖？心病做事想晓摆，定条打落逼你上地界。大当明做万金之躯，抓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痛？用着我是拍紧师傅，你唔免闪避，无通存救。我爱对我上殿兵君王，别插话乱讲哦，咱都无可能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该用，三打金鸡不通用。想要看的，给我一个扑家声！快爱，你太过分，两摆打我敢无够？恁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甲满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家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晓心，互你钓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互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已生病，大好临头心不惊。驸马小心，莫将伊敬为爹娘啊，望切里，红笔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嘴红棍难消气，遐歹爸爸金寿喜。驸马无顾生意，兵哥望眼停意。完蛋哦，这个后面都被你们逗乐了哦。这个呢是我们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全本啦。那呢上次呢在我们这个元旦的时候呢，1月1号的特别节目哦，有做播出。你如果查这个2026年的这个 EP1哈，第1集呢，就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全集。那呢翻译一下好吗？没问题哦。这个一怒打金枝的故事呢，是在跟我们说哈，这个公主呢。因为大名鼎鼎的公主，这个皇上的女儿嘛，所以说呢，这个驸马呢，就是她的夫君她的老公呢的爸爸呢70大寿。哦，没问题。所以我讲这个国语其实大寿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就因为呢这个娇蛮的个性而呢不去拜寿哦。那呢这个
驸马呢很生气啊，她的老公很生气的回来啊，想说呢，哇，你既然还敢给我挂这个红灯笼，什么叫做挂这个红灯笼？挂这个红灯笼呢，代表的说呢，不管任何人都不可以进来到我的房间里面，这个就挂这个红灯笼。这个驸马呢很生气的把这个红灯笼呢给打碎了，进去呢跟这个公主理论。人讲这个好戏不戏啦，就是说呢，好死不死呢，刚好在理论的当下呢，这个驸马不小心去拨到了这个公主一巴掌。这公主呢当然就更生气啦，哇，你既然为了我不去给你的爸爸拜寿，还敢打我一巴掌啊，我们这下子真的有得玩了你就跟着我去见我的皇上爸爸。在左拉右拉当下呢，论了这些的身份地位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呢又唱了这些夫妻然后我们明明是夫妻，应该要和谐的，怎么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故事当中，到了后面呢，这个驸马呢真的很生气了，拿了呢这个藤条打金枝。哇，这个就是一怒打金枝的关键一定要这个藤条打金枝，3打金枝让这个金枝呢，哇，真的有完没完啊，你打了我一巴掌还不够，还居然拿藤条打我。那呢，这是这个故事呢小篇的故事这是以前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古册戏啦，古册戏就是古书里面的戏。那呢，事实上这个历史戏有没有发生这个段落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把它拿出来做一出小折子戏、小段落的戏这个一怒打金枝。那呢，2026年这个雨涵电台呢还会再出一出这个胆碎必欢干陈世美反间，所以呢也敬请期待一下下。那呢如果呢觉得说呢这一场听得不够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呢去听这个2026年的直播场的第1集，这个呢就是一怒打金枝的全本戏，而且还唱了2遍可以听得很过瘾这样子。再来呢，先欢迎我们的 TUR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哇，该不会又宕机了吧？害我担心了一下下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再来呢，也欢迎呢有好多的朋友上来 TUR 大大。再来我们的伟成呢上来原本想要扫地的，但是呢都扫到流汗了真的是扫不完了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陈晨芬以及呢徐根成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感恩我们的 NTRL 大大感恩你欢迎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起来，帮我们按赞一下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呢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也感恩我们这个国家安全取证他说听不懂台语话，但是呢主播唱得很好听，感恩你，掌声鼓励。也感恩呢我们的苑里以及伟成的掌声感恩你们。这个也欢迎我们的 ADRA 大大，欢迎你上来。愿你说真的棒，然后好好听，感恩你。然后呢，我们的 NTRL 大大说古册戏好听感恩。下一出戏是我们的陈世美反间胆碎必欢干。那呢也请到了我们的编剧老师洪敬婷老师呢，他原本都来帮我们明华园天赐戏剧团来写剧本的，我这一次呢特邀他呢来帮我写剧本那呢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下了再来呢，感恩我们这个 NTRL 大大以及我们的敏儿宝贝，欢迎你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节目的最后再让我们做一次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刚刚呢，如果有做过的朋友呢，也没关系我们再来做一次。那呢，大家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
来呢，我们要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现在呢，要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我们都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父母，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先来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陪伴呢你的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前段的意思呢，就是由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也非常感恩大家呢，不管是我们伟成的扫地吼，还是呢我们陈芬的拖地哦，感恩你。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琪琪哦，欢迎你。我们的伟成说呢，太棒了，又可以呼吸了，空气多么的清新，世界多么的美丽，感恩我们的伟成。以及呢，我们的 DECEN 大呢说，你从哪里来？我是台南台湾的台南。那呢，如果有不管是北部的朋友啦，以及东部的朋友，明天的降雨的几率大概在20%左右。那呢，台南以及台中地区呢，降雨的几率0%哦。感恩呢这些新进的朋友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让我穿插一次的歌曲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昆阳广播七早相守，幸福快乐无理由。为爱多做给白首，年年今朝老优秀。心尽凉了，凉
边水，天黑乐顿天破衣，我家妹在河滩。感恩大家哦！我们的这个伟成说呢，这个每天都可以听片尾曲啊，没错，因为呢，通常到尾声的时候都会越来越多人。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他说呢，结束了吗？我才刚来他说呢，好的，我们这个VPN 时不时不好用哦，你是这个偷偷的翻墙是不是？感恩我们这个应该是大陆的朋友对不对？感恩你哦。再来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所以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也感恩呢我们的 AYNAN 大大，感恩你。为了呢，你不一定可以每天上来收听一下，我们呢再来补一首歌曲，我们的7字连空奏，感恩。秋难改，中心事随人在，夫妻和爱呀，激情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乱来。我会何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哼哼计笑鸟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经春选骄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当尊啊，当心情深渐将心地带，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都给大家再穿插这首7字连空奏。等一下呢，准备要来下播了哦。也感恩呢我们的国家安全取证感恩你上来聆听，所以呢多补一首给你听哦，感恩你。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 KIN 大大哦，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也感恩我们的琪琪呢，他说呢唱得很好耶，赞赞，感恩琪琪。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过年要到了，客官呢也变多了，恭喜恭喜，剧院生意越来越好咯，感恩你哦。再来呢，我们的蛙贵说这样子呢，我们的伟成的这个香肠应该卖得不错他今天没有时间可以行这个演程，然后没有时间可以烤这个香肠。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伟成说这个之前被鱼刺刺到喉咙，一直找不到东西，时不时的痛一下，哇，有点恐怖哦。这时候我不该按什么这个声音了感恩我们的 TOM 大大呢，他说唱得超好，好精彩，感恩我们的 TOM 大大，感恩你。这一段好好听，也很喜欢哦，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我们明天再会咯。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个结尾。那呢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聊的，也都欢迎呢，不管是今天明天呢再上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天哦。感恩我们的 TOM 大大说感恩，哇，好赞哦。祝福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夜晚，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下次再会，明天再会咯。感恩我们的伟成，再会，明天再会了哦，感恩你。感恩我们的 FIRE 大大，晚上好，感恩你哦。我们明晚8点再会咯，也感恩我们的 TOM 大大，再会，感恩你，谢谢我们的线上的好友，哇，都非常的有爱心，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生病公主，军内正是怪命，经济又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过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彰好名声。哼！
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事优秀，毋甘将礼赔。老军队神将头家，过爱呀，过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王兵，贵府提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命所照我，乐观知音，为父做义，论分明。家己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花影。呀，驸马！怒气冲冲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席吧。有我看到了哈，所以赶快回来坐回来。感恩我们的这个国家安全取证哦，他说呢，这是哪一种剧种呢？这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啊，Taiwanese opera， 这是东方歌剧。那呢，在大陆地区呢，这个叫做湘剧，就是草字头的这个湘，那呢歌剧的剧这样子叫做湘剧啊，跟台湾跟这个大陆地区呢讲的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啊哈，你们那边叫做湘剧啊，我们这边呢叫做歌仔戏这样子哈，也感恩我们的 BIA 大大上海语涵的广播电台，抱歉哦。跟你做一下解释，那呢，明天晚上我们8点再会喽，感恩大家。虽然为尊，你甘猜？天地君亲属啊，着招牌，君在心上，你敢不知？上升，出家了，你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用带我经济要求帝王里，全靠我李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圣平，你大既为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己，无把我坐到位。将为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去，我单独一人上客贵，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生命不知你家念天。
天时，我招你内宫享富贵，你我毋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枝，你抢了迄手机，毋通伤看重你家己，总正经检讨是议会。哎呀！相随七杂，相守将人照爱，相亲相爱。实在太爱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渐渐成定。